舊年犯太歲嘅蔡思貝黑過墨斗，緋聞多多又被捲入學歷風波，所以貝 baby 趁新年約埋黃子恒去黃大仙拜神求籤，希望轉翻個好運啊！最想有嘢要求嘅就三字，黃大仙先，中間右邊左邊。拜完神就梗係求籤啦，只係自身求得上吉籤，事業就求得中平籤，而貝 baby 自身同事業都係中平籤。解籤嘅運姑啊，子恒今年多病，不過會步步高升。蔡思貝心頭高，工作運越嚟越好啊！今日就係真係第一次，好似做晒成個儀式啊，由裝香開始到求籤到解籤，到真係攞個風車去轉3轉咁樣。我覺得好似個人爽利咗。我目標其實我都知道都好多公眾都唔了解蔡師傅呢個人嘅。其實我目標希望可以俾多啲人真係認識下蔡師傅真正係點樣，或者真正嘅蔡師傅係點樣。係啦，即係唔好咁多誤解啊，或者雜誌講嗰啲姣精嗰啲，其實全部都係好好拍。我覺得係啊，我覺得男又有女又有，但係只不過佢哋就係中意放大男嗰啲朋友嚟講。蔡思貝仲話：早排學歷風波令佢低潮過，但好咗好多人關心啊！外面堅強會俾人睇到嗰啲女仔嚟嘅，翻屋企自己喊咯。水瓶座啊！水瓶座。希望大家多啲了解貝 baby 啦〜